艺人罗志祥昨18日突然在 Instagram 发现实动态，无预警宣布全面退出经营12年的潮牌 Stage， 震惊粉丝们。罗志祥在 IG 发文表示，因为未来不同生涯规划，即日起本人全面退出 Stage 这个品牌，将交由和我一起打拼的兄弟，也是台狮公司执行长张子文以及董事陈玉慧全权掌舵，也请所有朋友继续支持 Stage。Stage 则是在脸书发出声明，感谢罗志祥虽没有实际参与经营，但对于 Stage 品牌推广，从无到有，到成为知名服饰品牌功不可没。因面临转型，罗志祥对于 Stage 推广已完成阶段性任务，未来 Stage 的定位及发展策略，罗志祥因另有生涯规划，无法继续参与。罗志祥与 Stage 双方证实此事后，有网友发现这件事情早有蛛丝马迹。罗志祥日前曾在 IG 发文做人不要得寸进尺，贪恶人总有一天会报应的，也将原本的账号 Sholo Stage 改成 Sholo， 因此推测是否是因在合作上出现歧义，因此被踢出团队，但此传闻并未获得双方证实。虽然罗志祥确定退出 Stage， 但并不表示他退出潮牌市场。其经纪人小双随后也在微博透露，罗志祥将创立属于自己真正的品牌 Got No Fears， 也请粉丝们期待。